大家好，我是理想，严硬、搞怪、自由、水。大人定讲我是一个真歹教的囡仔，因总是爱找囡仔，爱乖啊，爱听话啊，爱温柔，爱大方，搁爱留互人探听。活伫遮个限制内底，我嘛有甲真艰苦。一直到我拄着表演，表演对我来讲是一个一直咧找可能的过程。我才开始想要知影，甲我无共的人，伫什么款的时空背景下生作安尼，甲我共款追求自由的人，咧望的是什么款的明仔载？一开始是我的倔强，带我来表演世界。我无想要安尼过我的人生。即马是我想要留落来，期待你会伫戏剧内底找到理想。